刘涛是大家一直都很喜欢的内地影视女演员，被称之为国民女神。刘涛演过的电视剧有很多，塑造的经典角色也很多，如《琅琊榜》中的霓凰郡主，《欢乐颂》中的安迪，《军师联盟》中的张春华，三版《天龙八部》中的二猪老有所依中的姜木兰，《芈月传》中的芈姝等。下面就由细说小编为大家盘点下刘涛10部最好看的电视剧作品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刘涛电视剧盘点1：琅琊榜。刘涛主演电视剧哪部好看？细说小编力荐大型古装电视剧《琅琊榜》。这部剧在当时可谓火得一塌糊涂，口碑收视双高，豆瓣评分高达 9.4， 总的收视率为 2.2， 累计播放量破35亿，在各大视频播放量上排名最高，受众可谓贯穿整个年龄层的观众群体。而《欢乐颂》都市职场女性剧《欢乐颂》改编自阿奈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同住在欢乐颂小区22楼的5个来自不同家庭、性格迥异的女孩们，从陌生到熟悉，再到互相体谅、互相帮助、共同成长的故事。刘涛在剧中饰演从纽约归国的高级商业精英、投资公司高管安迪，三大军师司马懿之军事联盟。刘涛主演的电视剧《大军师司马懿之军事联盟》是一部历史题材剧，主要讲述了魏国大军师司马懿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，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后三国时代。这部剧口碑收视双高，豆瓣评分 8.2， 网络点击率高达60亿，还获得了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电视剧奖、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等4老有所依。都市情感话题剧《老有所依》是以家庭与温情为元素，拥有贴近生活的人物和故事情节，以及直面养老困局所引发的话题性。说起刘涛电视剧有哪些？电视剧《老有所依》也是其中之一。《芈月传》大型古装电视剧《芈月传》主要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太后的女人，战国时期秦国女政治家芈月波澜起伏的人生故事。这部剧中刘涛饰演的芈姝算是她演艺生涯的反派之最，从温婉沉稳的少女芈姝到怨妇王后，最终到癫狂的会后6天龙八部。根据金庸同名小说改编的2003版古装武侠剧《天龙八部》可谓是一代人记忆中的经典。这部剧豆瓣评分 8.3， 获得了第2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10佳长篇电视剧优秀作品奖、2004年金南方奖最具魅力电视剧奖等7虎啸龙吟。三国题材古装剧《虎啸龙吟》是大军师司马懿之军事联盟下部，讲述了群雄割据混战的后三国时期司马懿的后半生，从辅臣到权倾大位的转变过程。八妈祖电视剧《妈祖》是一部反映海上女神妈祖生平事迹的神话励志剧，也是刘涛主演的电视剧之一，豆瓣评分 6.3。这部剧是2013年央视电视剧频道开年神话剧，剧情贴合时代背景又不失独特个性，开播后立即火爆荧屏，最终以最高收视破5的佳绩创造了收视神话，获得不少观众的喜爱。九宝莲灯前传，刘涛出演的古装神话剧《宝莲灯前传》主要杨戬劈山救母的故事。刘涛在剧中饰演天庭的长公主玉帝的妹妹瑶姬，掌管玉剑。当年这部剧播出后就受到不少关注，最终以 2.6 的收视率稳坐2009年收视率第一的宝座。该剧承袭了创下层超高收视。宝莲灯中的造型和故事风格，情节也极富想象力和感染力，再度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，豆瓣评分 7.7。使我们都要好好的都市情感剧《我们都要好好的》主要讲述了寻找在成为家庭主妇后与金融天才丈夫向前差距拉大，患上忧郁症之后涅槃重生，找寻到全新自我的故事。该剧豆瓣评分 5.2， 也是刘涛主演的电视剧之一。她在剧中饰演女主角寻找因为孩子而被迫退居2线，成为家庭主妇。